这个以后，儿子会跟皇娘商量，好吗？第三，皇帝与董小宛绝对不能怀上龙种，这一条也是最为重要的。额娘顺便问一句，皇帝在江南应该已经宠幸过董小宛了吧？皇娘，不瞒您说，自打儿子和小婉相识之后，小婉一直以为儿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子弟，因此儿子还没有宠幸过小婉。额娘说这些话是有些不妥，不过意思你应该明白。皇娘还不知道儿子和小婉的情形。儿子真的很尊重，也很尊敬董小婉。在小婉还没有答应以身相许之前，儿子绝对不会对她有鲁莽之举。小婉，她是想嫁给黄公子，跟他做夫妻的。皇娘，儿子认识小婉之后，儿子就感觉儿子像变了一个人，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。这样吧，等董小婉学会了宫中的礼仪之后，儿子就把她带过来给皇娘请安。哎，这件事暂且不用。额娘一段时日内都不会见董小婉。如果额娘同意她来慈宁宫请安，外面就会认为额娘已经认可了这件事。那如果儿子劝小婉归入满旗，小婉如果归齐了，皇娘可否考虑见她呢？额娘何时见董小婉，往后再说。不过归齐倒是件好事，也是该做的事。如果董小婉归入我满旗，兴许可以缓解宫中一些激烈的情绪。皇帝，你今日跟额娘达成的协议一定要遵守，否则朝廷将不得安宁。皇帝，你要记住，额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和稳固你的地位。皇帝，你越来越成熟自信，额娘很高兴。但皇帝必须审时度势，不可强来胡来，否则将给我们大清带来毁灭性的灾难。你身为天下之君，要时时铭记以江山社稷为重。好，儿子明白，儿子会谨记皇娘的教诲。姐姐，就真的这样离开皇宫，什么都不带走？当然不能带走了，否则的话他们会怀疑咱们的。好不容易我们才找到了一个看夜景的借口出来，我们得往南走。可这皇宫戒备森严，如果让侍卫看见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小心为妙。Coco，有人来了，快躲起来！这么晚了，柳公公才让去领莲子，内务府的人估计又会有一顿好说。他敢？柳公公说了，这香莲啊是刚从南方送进宫中的，还未入库呢。董主子新进宫有点上火，拿香莲熬成甜汤，董主子睡前喝一碗，最是滋润。柳公公对董主子真是尽心呀！那还不是皇上心疼董主子啊？皇上心里有谁，他家眼里都看着呢。柳公公啊，特意选派柳公公过来服侍董主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咱们现在呀，快点去领莲子回来熬汤，好让董主子回来喝。嗯。姐姐，我们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Coco， 姐姐决定不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如果姐姐走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？谁啊？
南院的那些下人们呢？皇上让他们过来服侍姐姐，倘若姐姐一走了之，他们怎么跟皇上交代啊？尤其是那个柳公公，自从刘公公派他来伺候姐姐，他也算得上是尽心尽责。倘若姐姐一走，他一定会受到皇上重罚的。还有刘公公，恐怕也难免受牵连吧。这倒也是，不过姐姐为了他们就不走了，留在这看似富丽堂皇、实则牢笼一般的皇宫吗？姐姐不走，也只是暂时不走。姐姐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宫里的。可是，姐姐也不想看到那些无辜的下人牵涉其中啊。还有，其实姐姐也有点担心皇上。你说，如果姐姐一走了之，皇上万一伤心受不了了怎么办？姐姐决定了，即便是要走，也要跟皇上说个明明白白，这样也算是了无牵挂吧。这倒是，只不过啊，真是为难姐姐了。这哪有事事如意的事啊？算了，咱们往回走吧。皇上的意思是想让小婉归入满齐。朕知道，现在让你归齐，有些不公正，你心里也很不舒服。可若不是现在宫中形势紧迫，朕绝对不会向你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。可小婉从来没有想过这回事啊，小婉不能背祖忘宗啊。行，朕知道了，朕不逼你，这件事情咱们以后再说，好吗？对了，小婉，朕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明日朕要到京郊视察，到皇家猎场狩猎，还要检阅2黄旗，总共要走10日。那么久啊？朕知道，你刚进宫，一刻也不想离开朕，朕也不想离开你。可是狩猎的日子是一早定下来的，没有重大的原因是不可以改变的，而且狩猎的10日也是不可以随便减少的，所以皇上放心，小婉会好好的，等皇上回来。啊，皇上，英格尔去吗？当然，他是朕的侍卫统领，他必须陪着朕。朕走了之后啊，会派几个侍卫日夜守护在南院，你乖乖等我回来。还有，这2日会有一个妃子来看你。会有妃子来看我？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妃子来看我呢？朕只是跟她说，希望她能跟你成为好姐妹。她叫果真，静妃果真，她人温良醇厚，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她的。皇额娘，臣妾们对董小婉进宫一事十分激动。这皇上从外面带来一个汉人女子，这也太害人了。额娘因为这件事也很头疼。臣妾们知道皇额娘为了这事头疼，都想为皇额娘分忧。这不，兰贵妃有一个想法，想跟皇额娘说说。兰贵妃，你有什么想法？皇额娘，皇上这2日不是要出宫去吗？臣妾想，姐妹们倒是可以用这段时间去南院看望一下董小婉，顺便也可以劝劝这个汉人女子，让她知难而退，自己走出宫去。不知皇额娘同意否？这想法好啊。兰贵妃，你打算怎么去劝董小婉？你说详细点吧。皇额娘，臣妾是想，待皇上出宫那几日，我们姐妹几个人。
扣扣，你也看清姐姐现在的处境，太后娘娘是一定不会让姐姐留在宫里的，而且姐姐能肯定，太后娘娘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，逼姐姐出宫的。皇上让姐姐归齐，姐姐若归了齐，这局面会不会好一些啊？我不会归齐的。姐姐是个汉人，为什么要归满齐呢？即便是姐姐归了齐，对这宫中的局势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如此说来，昨晚皇娘与朕约法3条，其实就想稳住朕。她真正的想法，还是想把小婉赶出宫去，绝不会让她留在宫中的。皇上，太后娘娘曾经严厉地警告过臣，要臣助她解除危机。老臣已将太后娘娘谈话的内容和盘托出，若太后得知，臣定是死罪呀！洪师傅，朕感谢您对朕的赤胆诚心和巨大勇气。朕只说一句：您的性命将与朕的地位同在。皇上，洪承畴不怕死，命不足惜。但是最让老臣痛苦的是皇上和太后母子之间发生冲突，并且这个冲突会愈演愈烈。臣一直是无比忠诚，敬仰太后。可是，皇上、太后还救了臣2次性命。可如今臣不得不在皇上和太后之间选择一个立场。这件事令老臣十分的痛苦啊！董姑娘，皇上令老夫来看看董姑娘。皇上说，咱们都是汉人，有些话聊起来会比较顺畅些。其实，在江南的时候，老夫就曾耳闻董姑娘的大名。没想到今日有幸一睹芳容啊！这话应该小婉说才对。洪大人在江南官声如月，小婉在江宁时就听说过很多洪大人为民做主的家事。小婉真心钦佩，而且皇上也屡屡跟小婉提及洪大人，说洪大人是皇上最为信任、最为器重之人。董姑娘，皇上对老夫的确一直是信任有加，所以皇上同董姑娘的事，老夫是知道的十分详尽。这件事让老夫的心情是既欣喜又忧虑呀。洪大人有什么话不妨尽情直言。洪大人喜的是什么，忧的又是什么？小婉愿闻其详。那老夫就冒昧直言了。强哥，你们去打猎是不是很危险？我听说这猎场里好像有老虎。嘿，小扣子啊，
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哎呀，强哥真是受惊若宠啊！是受宠若惊啊，白痴！我是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。放心吧，小扣子，皇家猎场安全的很，我们人很多，大家气声好，老虎都会吓得屁流尿流。哦，强哥，如果有一日你见不到我了，你会想我吗？我怎么会见不到你呢？我10天以后就回来了。我不是说这几日，我是说往后的某一日。哎呀，你就说你会想我吗？想。我一定会想死你。我也会想你的。如今姑娘的命运和皇上的命运连在了一起，况且皇上顶住了天大的压力，以惊人的魄力将姑娘带进了皇宫。我感觉他要向朝廷宣战，向天下人证明，我们皇上是大清王朝的真正皇帝呀！董姑娘，如果老夫没有猜错，你是想趁皇上外出这10日，私自逃出宫闱吧？如果董姑娘，你打算弃他逃出宫外，皇上他会万分伤心呐。小婉不是弃他而逃，小婉是不想连累皇上。哎呀，董姑娘，你想的不对。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是为了保护皇上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你这样做反而会害了皇上。如果你真的逃离皇宫的话，皇上在朝臣面前将会沦为笑柄啊！洪大人，谢谢你告诉小婉这些。还有一件事，姑娘，老臣以为，皇上劝你归齐，是经过深思熟虑、煞费苦心的，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啊！皇上对姑娘的情，实在是太重了。洪大人，归齐的事，小婉一时也难以应允。洪大人，再让小婉好好想一想，行吗？好。归齐之事，他松口了。是，太好了，洪师傅，您太有能耐了。皇上，这些都是董小婉姑娘对皇上无比的深情啊。小婉姑娘冰雪聪明，老臣同她讲明其中利害，她便马上答应考虑归齐之事。对了，这要出宫几日，朕想派几名侍卫日夜守在南苑，您看如何？皇上，切不可这样做，因为皇后和后宫所有的嫔妃都从来没有侍卫守卫。
如果皇上要派侍卫守卫南苑，那宫中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这会给那些想赶走董小宛出宫的人以口实啊！皇上，洪大人说的对，宫中并无此先例。若南苑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派人守卫还有个由头。可现在南苑并无事由，派人守卫那是火上浇油，确实不妥。可小婉的情形不同啊。朕出宫这几日，如果这些嫔妃们她们去南苑以探望之名羞辱小婉，小婉该怎么办？朕总不能下旨不让他们去探望吧？皇上，臣观察董小婉是外柔内刚，而且已经表明同皇上同心同德。那往后遇到些风雨打击，这样只能让他体察到皇上的处境艰难，增加他的斗志和信心呐。对，您说的没错。朕倒要看看，朕不在的时候，那些人敢对小婉怎样。珠儿姐姐，我家娘娘病了，起不了床，南苑怕是去不成了。有劳珠儿姐姐告诉兰贵妃娘娘。姐姐，皇后怂恿您去南苑带头教训董小宛这事儿，明显是包藏祸心。姐姐为何还要答应皇后娘娘呢？姐姐，难道是妹妹多虑了吗？仙妃妹妹，你并未多虑，本宫又怎会不知道这皇后包藏祸心，想要从中陷害本宫，让本宫失宠于皇上。只是本宫有着自信，要斗法，皇后还不是对手，没准儿最后倒霉的会是她呢。照此说来，姐姐是早有准备，答应皇后这是将计就计。参见贤妃娘娘。主子，长春宫静妃娘娘称病说起不了床，不能随娘娘去南苑了。这果真当真是病了，当真起不了床了。奴婢未见静妃娘娘，是她的侍女云儿说的。不过，奴婢觉得长春宫的气氛，静妃娘娘倒不像是病了。没那么巧，定是在装病。姐姐，静妃明知道皇额娘的心思，还敢装病躲事，胆子倒不小。哼，这个小可怜小笨蛋，他想当好人，讨皇上的好，可他脑子简单，看不明白棋局。他装病不去南苑，那正好，皇额娘知道了，定会记他一大笔的。这个小可怜，平日里就仗着皇上、皇额娘心疼怜悯他，可他不明白，在这后宫里面，皇额娘可比皇上重要。要得不到皇额娘的宠爱，那他才算是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我看这小可怜是自己把自己弄残了，不用咱们费心了。太后娘娘，臣与索大人都年纪大了，不能陪皇上去围猎，所以特地来给太后娘娘请安。两位王爷怕不是来专门请安，而是为董小宛进宫的事吧？哎呀，太后娘娘圣明，咱们议政会议几位老臣得知，
汉人歌女董小宛进宫的消息，不知听闻，惊天霹雳呀！臣等知道太后娘娘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，但3日了，见南苑那边尚无动静，老臣这才与郑王爷相约前来问问情况啊。哀家多谢你们的信任。这么大的事，几位议政大臣、其主王爷并没有觐见皇帝，同皇帝引发冲突，实属不义。皇帝喜欢一个女子，本来并无不妥，只可惜是个汉女。虽然她能够轰隆隆的进宫，但她也能够静悄悄的出宫。啊，这就太好了！原来太后娘娘早有办法让董小宛出宫了。董小宛自己会出宫，她知道同皇帝只是一场误会，她怎么可能待在大清的皇宫里呢？若再有人施加一点压力，她便会很快消失在芸芸众生中了。奴才柳二云，给兰贵妃、荣贵妃、德妃、淑妃、贤妃几位娘娘请安。你就是伺候南苑主子的公公？是，奴才负责伺候南苑董主子。董主子，他也配？去把董小宛叫出来，咱们想跟他好好聊聊。这。太后娘娘，此次机会难得，董小宛要是不肯走，也可以强逼着将她逐出宫去。以索大人的意思，是要将董小宛捆绑起来逐出宫去，或是干脆将她杀了。谁敢下这个旨意？只有哀家。哀家要是下这个旨意，怕是这一辈子也得不到皇帝的原谅。大清皇帝与哀家严重失和，那是大清之福吗？臣失言，臣也是心急，一时冲动，说出了如此蠢话。倘若董小宛暂时不走，两位王爷也可以放心。哀家已同皇帝约法3条，将皇帝稳住了。哦，这就好了。啊！太后娘娘圣明，真是太好了！多谢太后娘娘。董小宛给各位娘娘请安。姐妹们，大家快看看，这位就是从江南跑到皇宫里来的歌女董小宛，模样还算俊俏，是吧？要我看呐，长得还真是不差，要不怎能妩媚咱皇上呢？只可惜是个汉女。还是个青楼风尘女子。我们家小姐不是青楼风尘女子，是戏园歌女。哼，没规矩，奴婢不准说话，该打。对不起，这位娘娘，扣扣不是我的奴婢，我是把她当妹妹看待的。奴婢不懂规矩，主子也不懂规矩呀，竟然敢替僭越的奴婢说话。兰贵妃娘娘，董主子刚刚进宫，有些规矩还不太懂，请兰贵妃娘娘及众位娘娘宽谅。刘公公，
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一边待着去。这。主子似乎一点也不怕称病不去南院会惹恼了皇后娘娘和兰贵妃娘娘。只要皇上高兴了，本宫才不怕皇后娘娘和兰贵妃娘娘。若是说真怕，倒是怕皇额娘不高兴，回头记上我一笔。是啊，云儿也最替主子担心这一点。要是惹得太后娘娘不高兴，那便不好了。云儿，你知道吗？本宫是皇上的妃子，做任何决定都应该先以皇上为重。云儿，你可知道，主子如今最担心的是什么？主子担心兰贵妃娘娘在南院做出出格的事儿。兰贵妃娘娘若是把董小宛折腾出个好歹，如何是好？既然是歌女，那就给咱们唱几曲儿吧。要是唱得好听呢，几位娘娘们有赏；唱得不好听，那可是要罚的。这儿也不是什么戏园，小婉也不会在这儿唱曲儿。哼，还敢拒唱，反了你了！兰贵妃娘娘，董主子是万岁爷极为赏识的人。董主子在进宫之前不知道万岁爷的真实身份，万岁爷对董主子，用情颇深呐。刘公公，咱们今天过来，是领了太后娘娘的旨意。你在这里碍手碍脚，不如离开南院，到别处去吧。奴才是伺候娘娘们的，奴才不能走。刘公公，本宫说的话你没有听明白是吗？本宫是领了太后旨意来的，你非要本宫用个滚字吗？兰贵妃娘娘息怒，奴才这就告退。董主子，娘娘们要是有什么问的，董主子您就礼貌作答。娘娘们想听曲儿，董主子不妨就给他们清唱一曲，让娘娘们也开开眼。董主子，这宫中规矩大，董主子要小心为好啊。公公放心，小婉知道该如何做。要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情，赶快过来禀报。这太后娘娘早将事情置于掌控之中，臣等万分欣慰呀。太后娘娘，还有半年，便是皇上亲政9年的日子了。当初我们议政会议与皇上有约定，到皇上亲政9年那一日呢，议政会议就该把另一半的两黄旗印交付于皇上，皇上就要亲掌两黄旗印了。老臣盼望皇上在这一段日子里面，避免做出像董小宛之类的事情啊，别让臣子们为难呐。郑王爷放心，哀家不会让皇帝做出出格的事来。就算皇帝不小心出格了，哀家也会将他拉回来的。太后娘娘圣明，臣等就先行告退了。郑王爷、左大人走好。这素娜，你听得出郑王爷这番话里的凶险吗？郑王爷竟然敢对姑姑说如此不敬的话，
苏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！与其说是不敬，不如说是事解。郑王爷代表议政会议说出的这番话，明确表明董小宛进宫一事极其严重。郑王爷鳌拜索尼等王公重臣，多年来对皇帝和哀家很忠诚，这次他们态度变了。如果董小宛留在宫中，他们将会拒绝交出另一半的两黄旗旗印。若皇帝得不到旗印，亲掌两黄旗，他就不是真正的皇帝。董小宛，你是打算清唱一曲呢，还是抚琴儿歌呢？最好是抚琴儿歌，更好啊是且歌且舞，让我们饱饱耳福，也可以开开眼界呀。恐怕要让各位娘娘失望了。小婉不仅不会且歌且舞，连清唱几句也没有兴趣。如果各位娘娘有想问小婉的话，只要不是侮辱小婉，小婉倒可以认真回答。她还真是狂傲啊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家小姐是皇上请进宫的，你们这些人对我们家小姐如此无礼，跟审犯人似的。没有规矩的下贱奴婢，竟然还敢说话！本宫今日就教训教训你！我呸！你这个恶婆娘，英儿还说皇上没有妻子，你就是个恶妻！来人！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，Coco小姐 ，Coco， 放开我 ，Coco， 你们放开我！董小宛，你的奴婢居然敢吐本宫唾，那就是大罪。你纵容你的奴婢如此的犯上，你自己也难逃重责。Coco何罪之有？他不过是顶撞你几句，你就扇他耳光。在这宫里，难道就不讲道理吗？哼，你要跟本宫讲理？好啊，那本宫今天就跟你讲讲理。在这皇宫里，奴婢绝对不能犯上，尊卑必须有别。你的侍女做出如此的行径，本宫在宫中数年，从来都对这样的事情是闻所未闻。你信不信？本宫现在就可以下令杖毙了他，然后拖出去喂狗。你若是敢打死Coco，就请将董小宛一并打死。董小宛，看你是皇上一时兴起带回来的野花，本宫也不忍心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侍女就这样被打死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先赏她20大棍，等她皮开肉绽了，你再做决定，是留在这宫里看着你的侍女慢慢死去，自己也饱受折磨呢，还是滚出宫去，回到你该待的地方？姐姐，这皇宫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们出宫！站住！你是要去禀报刘公公是吗？就算是刘公公来了，也救不了董小宛和她的侍女。你就乖乖的待在这儿，一步也不许离开。这，这时辰也不短了，这柳二云也不来个信儿，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。小珠子，你赶紧到南院那边去看一看，注意，千万别被人察觉啊！快去。这，皇后娘娘，南院最新消息，
兰贵妃已下令痛打董小宛侍女只有14岁，而皇帝的性格又任性刚烈，所以议政会议有这份协议，也避免皇帝过早掌握两黄旗大权，怕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如今可好，议政会议竟用着旗印做文章。丫头，姑姑累了，帮姑姑揉揉肩吧。是。但愿董小宛今日出宫，永远的消失不见。